我睇返數據，香港喺2023年嬰兒出生數字大概係3.3萬，2024年就係3.6萬，同我之前估算嘅11406個差咗好多喎。點解我估得咁唔準呢？係咪邏輯有問題呢？哈哈，其實唔係你邏輯有問題，反而你嘅估算方法已經非常出色。估算問題嘅重點唔係揾到個準確數字，而係睇你點樣用有限嘅資訊去推導答案。你嘅推算過程已經非常有條理，值得高分。咁點解仲差咁遠呢？有咩我忽略咗呢？其實你之前已經考慮咗結婚比例同生育比例，呢啲係好重要嘅假設。不過如果想估算得更貼切現實，其實仲可以加入多啲影響因素，例如1. 人口結構。香港每年20至40歲適齡女性嘅數量其實唔係固定嘅，會受到出生率、移民甚至死亡率影響。2. 總生育率。你之前假設每對夫婦只會生一個小朋友，但其實現實中每位女性嘅平均生育率係以總生育率去計算，而香港近年嘅 TFR 大約係0.8，即平均每位女性會生0.8個小朋友。哦，咁即係話我之前假設20至40歲女性有一半人結婚，結咗婚嗰啲又只有一半會生仔，其實係低估咗有啲夫婦可能會生多過一個小朋友嘅情況啦。冇錯，仲有一點你可以補充，總生育率0.8其實係計算所有女性嘅平均值，當中包括咗未婚同已婚女性。如果淨係計算已婚女性嘅話，佢哋嘅生育率會高過呢個平均值。